亲啊，这个南投信义乡的葡萄，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，产量大减。也毋过，果农也是真坚持这个葡萄的品质，讲挂保证也是真好食。但是生产期缩短咯，若要买，就要把握时间，骹手慢扫就买无哦。 葡萄特别高分，果子农甲落摕落来，看伊生了较无水。希望这期热天的果子，因为气候影响，产量变少。不过为了顾好品质，果子农就算水势严重，嘛继续坚持落去。用心的去照顾，把它做成 品质最高的葡萄。信义乡的葡萄到出产期，真侪老顾客专工来到信义乡买，买去算是真旺。不过信义乡公所嘛提起爱食葡萄的民众，今年产期受到气候影响有变低，所以想要食的人得把握时间。好，我们今天刚好路过那个南投的信义乡啊，然后就看到这边的那个巨峰葡萄，我觉得品质非常好。今年信义乡的葡萄受到气候影响，产量变少，产期嘛变低。乡公所强调，伫咧产地 买葡萄会有真侪优惠，欢迎民众在加买，甲农民斗3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